今日咧係年初七，即係人日生日。今日咧就年27，即係人日生日啦。咁喺度祝大家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啦。今日咧亦都係我第一日搬去新公司嘅辦公時間啦。咁又喺過去嗰新年期間咧，我就返咗大陸旅行，即係廣東榕村嗰邊嘅。咁大陸旅行咧就佢又中國農曆新年咧就好隆重嘅。香港咧放煙花只係初二放煙花，但係大陸嗰邊咧就由年30晚一路放到年15，足足半個月時間。當日咧就年30咧放咧就放由12點放到第二朝6點。咁但係咧，由於大陸嗰邊咧就政府就冇放嘅，咁都話嗰啲居民咧自己放，咁居民咧就放得都非常之勁，同香港咧完全咧就兩個唔同嘅環境。咁大家都過咗一個好開心嘅新年啦。咁過完年之後，而家又正式開工啦。咁嚟緊咧公司一路擴張緊啦。雖然不斷嘅人手去返工，咁期望可以過咗一年馬年咧就生意興隆，大家揾多啲。OK。